各位乡亲、各位长辈，大家好哈！新年恭喜！足侪人问我讲啊，足久无看到你啊，还是走去倒位吼？我甲乡亲报告吼，过去诶几个月大部分时间拢伫台湾吼，伫遐斗3工吼，伫遐帮忙吼。特别我想1年前总统来到遮诶时阵，咱会记得讲是伫3月遐开幕一个叫做亚洲连接戏骨吼，电戏骨。 诶，即个办公室嘅成立吼，佫刷来了后，我差不多伫9月时阵，咱嘅国家佫成立一个国家级嘅投资公司吼。虽然讲是国家级吼，不过咱嘅迄个 size 还佫细细啊吼，大概会用100亿左右嘅资金吼，而且来为虾米有需要即个国家级嘅投资公司？我今仔日伫遮甲乡亲来报告啦吼，甲大家来分享吼。 到底即个国家级的投资公司是要创啥物吼？而且真正真欢喜吼！我伫湾区36年吼，捌足侪只咱的长辈吼，过去受到侪人的即个大家真好的即个栽培甲看顾啦吼。后这段的时间会当伫台湾吼，甲替台湾做一寡代志，我嘛感觉真正欢喜吼。我想台湾大家上关心的。 目前除了政治外交以外，我想上重要是经济吼，拼经济吼。所以每一个无论是内家也好，还是咱遮个立法委员也好，还是甚至遮个县市长也好，大家拢真正是怎样吼，全力来拼经济吼。今仔伫即个所在，我用即个题目甲大家来分享，就是为着台湾吼来种一丛树啊吼。是安那，阮甲号做是台山吼。 这台山吼是代表有一个侪迄个无共款的意义吼。我想最主要，阮是要为着台湾来赢这个经济，赢一个树仔子。希望有一日，这个树仔拢会当来长大吼，会真紧来大长起来。我想可能真侪人毋知影台山是啥物吼。这丛就是台湾的树仔吼，是唯一。 全世界用台湾做名去命名的这个植物的迄个树吼，伊这是一个树种，台山吼，台湾尼亚。台湾尼亚也会当讲是台湾上有这个价值的这个经济作物之一吼。因为这个树啊有一个真大的迄个，就讲伊的材质足好的，会当做足侪款的物件，而且这个树啊是全亚洲上悬的吼。 咱过去敢有人知影台湾尼也是树啊？才有足少人了解这个吼。咱知影这个时阵，这个名其实是日本人替咱号的吼，日本人去申请吼，伊用台湾尼去登记讲，这款的树啊伫全世界真少看见吼，而且真有价值，真水的一丛树啊吼。伊是讲这个树啊是超伫2000公尺左右的这个山咧生长吼，会当。 几百年、几千年吼，所以阮取这个台山的名，也望讲，咱是奠基伫台湾吼，咱望替台湾做一个上有价值、上有永久吼 ，build to last， 会当伫迄个所在有一个长治久安，还是讲真正会当伫遐发展、长期发展的一个企业吼。所以，阮选这个台湾尼的这个名吼 ，capital management 是为这个所在来吼。望是讲通过这款的精神吼。 咱伫台湾好好来为台湾来经营，来替台湾创造更较侪的迄个价值吼。我想咱过去大家较了解可能是台积电吼，台积电差不多伫30年前吼开始吼。你来记讲台湾过去伫30几年前，半导体几乎是为零开始啦吼 ，build up from scratch 吼。 差不多是拢无吼，咱无即个半导体即个产业伫80年的早期的时阵，即个半导体安怎开始的？我想侪是为着戏骨吼，为着美国这边的技术倒转去到台湾的所在。咱嘛是甲即个外国合作吼，我想特别是甲即个菲律宾迄边的迄一寡合作。国家也提出20%几的迄个资金出来，所以才开始有即个半导体的产业吼。 今仔日咱咧看到转来吼，过来世界经济的走向吼，真侪毋是过去台湾所擅长的迄部分哦，也就是讲，过去咱做足侪是 manufacture base 的吼，是一种 efficient base economy， 也是讲
是一个用 cost down 的即个 model 咧做吼，但是我想咱即个优势渐渐失去吼，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崛起吼，我是甲今仔日台湾乡博士伊今仔要讲的题目较有关系，可能是即点吼。中国的起来了后，我相信有真侪制造业的部分吼是互因摕去吼。不但是中国吼，我想你看到东南亚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即摆足侪过去咱咧做遐物件，渐渐拢所以遐去吼，包括泰国吼。所以咱袂当去靠即款制造业，咱就袂当去一直靠 cost down 吼，还是讲靠大规模的生产去支持台湾的即个未来成长。台湾过来成长真重要一块，是要用 innovation base， 就是讲要有一个创新的迄个经济的体系吼，才有法度台湾搁一遍成做一个搁较强的即个经济体吼。所以咱过去看起上成功，这是30年前开始的一个产业吼 ，IC 吼，就是伫即个半导体。但是你若搁甲看倒转来吼，其实伫四股即个所在，我相信顶年可能上有名的是即个 NVIDIA 吼 ，NVIDIA 即个黄仁勋吼，我想伊伫即个 GPU 吼，伫 graphic chip 内底，还是伫 AI 的应用吼，人工智慧应用吼，伊差不多是大红人吼。你看伊股票同款吼，是过去的即个一年内底非常大的成长。咱来看见讲过去佫一个 YouTube 吼，即个陈世俊吼 Steve， 同款吼，这样是台湾真优秀的子弟，但是因来到美国了，因的发展真正是真无共款吼。咱咧定倒转来想看讲，咱的人才其实真济，咱的人的教育足好的吼，啥那咱无即款的像因即款即成功伫设国内底吼，有即款的遮尔成功的企业吼，咱伫即个所在大家来探讨看卖吼。咱会当知影讲，台积电即马是差不多是全世界25名内的即个企业吼，伊的市值是超过6条吼，顶年的股票是起30几%吼，但是我想咱袂当干那靠一间台积电，台积电是差不多台湾总股市的10%的市值吼，所以讲一间公司伫过去30年的发展内底，伊个就是 high tech 的代表吼，伫过去即半导体产业。咱希望讲会当伫即个所在，搁一遍吼，有较侪即款的 technology 的 startup， 来讲即个即个新创的公司，不但需要入来吼，甲台湾才有可能搁去做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吼。咱过去真好就是讲80年代有迄个 semiconductor， 搁有 PC 吼，搁有 notebook 吼，但是咱过去的10几年中间，咱 miss 一个足大的一个 wave。即波吼，咱要对无着是啥物？就是伫 internet、甲伫 mobile internet、甲伫 content 即个软体即个，台湾伫过去10几年内底，咱即个吼无伫世界有占着一个真重要迄位置。你若看过去的10年前也好，20年前也好，全世界前5大的企业，过去咱咧知影可能就是遮金融公司，可能就遮汽车公司，遮大的银行，但是你知影？到今年的时阵，全世界市值上大的前5间的公司，你敢算得出来 ？Apple 是第1间哈，第2间咧，就是 Google 吼 ，Alphabet 哈，第3间咧，应该是Microsoft 的款哈，我若无记唔对 ，Microsoft，过来是啥 ？Facebook， 佮 Amazon 吼，你也看有啥物款的无共？各贵的即个公司差不多是。甲软体有关系，甲 internet 有关系，甲 content 有关系，就是讲，即个规个全世界经济咧变迁吼，叫做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还是讲 digital disruption， 有真侪的物件，甲过去咱咧想的经济是无啥共款吼。这也就是讲，台湾伫将来咱要行的即个经济发展的路线，是毋是咱共款爱对着即个 mega trend？如果全世界新的潮流到底是往倒一方面在行时，咱是毋是会当伫迄个所在占有一席之地吼？过来咱看起讲最近的一寡足大的发展，所以我想伫即个小英总统起来了吼，伊嘛是讲咱过来的产业到底要往倒一方向去行吼？就是有一个所谓5+2吼，5+2的即个产业，就是讲这是将来咱要行的即个目标吼。我等下搁较侪入去来讲即个。过来讲，咱咧看讲，
遮尔侪好嘅人才，伫市区会当有遮尔成功，但是咱共款的偏偏是台湾人，伫台湾的时阵太无即个机会吼。我想这甲所有即个大环境有关的吼。所有的大环境就是讲，你有好的创业的环境啊无，你有好的投资的条件啊无，啊像你伫即个规个法令的规定、资金的供应的顶面、人才培育方面，咱是毋是有一个好的即个 environment 吼？这张图其实是图啦吼，我即因为色彩无啥显现袂出来，所有即个土壤是重要。你要有好的企业的成长，要有好的 startup， 你要有一个真好的即个 playing field， 还是讲你有一个 farm field， 你才有可能或者会当来成长。你树啊，你才要种做物件时阵，你若无一个真好的环境，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我想台湾所欠缺就是，咱要有一个更较有 incentive， 更较好、较优惠的即个条件，要提供有够额的资金。我相信咱伫设国，大家可能拢真较了解讲，其实设国的成功，迄个创投也好，还是 angel investment 也好，还是资金的供应也好，是占一个足重要迄个地位。你知影伫全美国的创投当然是迄个数字足大的，但是有差不多30%至40%的资金是投资伫即个所在。啊，即个所在其实是方圆其实无几百迈吼，迄个 square。但是你能看伊讲，全美国的投资竟然有30%至40%控制，也是讲投资，互伫遮个免税的即个所在。所以台湾真重要、真欠的，也是一个资金吼。当然，这资金包括是足早期的在投资的资金，甲中期的投资、危险投资，甚至到即个国家的主权基金，也是 PE 法吼，即 private equity 法，这拢是一个整个的资金链的供应。你要有成立一个好的企业，要发展经济，其实除了人才、技术以外，袂当无资金吼。啊，过去我相信咱有济的即投资的限制。我举一个例，互大家做一个参考吼。阮最近拢甲一寡即个新创的即个团队咧讲吼，你讲台湾的规定有够济，规定有够严吼，即个也袂使，迄个也袂使吼。伊讲印度的困难足济，伊倒不如吼，若要创业，去香港也好，去新加坡也好，甚至去中国也好吼。因为伊感觉迄个法令更较 aggressive， 更较互你会当发挥的所在。阮就甲国发会讲吼，国发会吼，我讲你嘛去看恁的条文到底是啥物问题吼。尾来伊化协有来甲阮来开会吼，伊开始就讲，恁若拄着问题，就紧来找阮，阮就专案来处理吼，替恁解决。我讲恁袂当安尼讲吼，你应该去看讲，咱台湾的对投资的规定甲法令吼，差市区差偌济，差以色列差偌济，差新加坡差偌济。你要有一个 benchmark 全面性的吼，迄个检讨，是毋是你爱法令松绑，你要更较优惠的即款的条路，互遮青创建更较有迄个动力，啊，更较有创意吼，会当起来创业。我伊等去看看讲有影啦。伫过去的8年到10年时间内底，咱本来咧，就是讲咧规定遮投资的法条吼，差不多有8000条吼。所以公务人员若看到即8000条时阵吼，伊就安尼讲这袂使，迄也袂使，毋是讲你逐项拢会使做，当你若拄着问题，我才叫你袂当做，伊毋是安尼。过来伊讲，伫过去的8年到10年，是为8000条增加到14000条。伊就是讲愈来愈疏愈暗吼，就互大家感觉讲，要伫台湾开一间公司，要伫台湾做一个新的事业，要做一个所谓即创新 innovation， 差不多是逐项拢袂使吼。所以最近1年来吼，我相信咱伫法令的松绑的顶面是改足济吼，特别伫公司法吼、公司法的即条吼，甚至伫即个金融科技即条 FinTech 即条吼，还是甚至伫 Biotech。即寡的物件吼，我相信咱不断伫迄个所在，会当去甲即个 deregulation。真感谢吼，好佳哉是顾立雄去做经管会的主委吼。若无我伫幕看的时阵吼，嘛拄着足济限制，甲互你袂当去想象。我举一个例吼，因为阮是成立创投的公司，伊讲创投的公司，金融界银行若要投资创投公司。袂当超过阮的投资，一名占阮的股份超过5%。我讲全世界较有规定即款的，因为 risk management 风险的控管应该是伫银行的本身，毋是你金管会去替银行讲，你会当投资伫一间公司，袂当超过5%。
啊，意思是讲，我若要募一个基金，我爱去找20间的银行，我才会当去成立这个基金。这是一个其实是不合理吼。啊，尾啊，我去甲顾理上甲伊沟通啊，讲，这实在是有太无合理咧。伊尾啊甲讲啊啦，伊尾啊甲主管会讲，啊，这是谁规定的？啊，其实拢变做是内规啦，内面家己规定，毋是法律吼。伊尾啊讲100%会使，你若要投资一间创投。你会通用100%拢你家己往的，啊，就意思讲你银行共款的，咱去投资即款的事业，所以这是一个例，互大家知影讲，伫过去的一寡 regulation 是一寡无合理吼，怎样安尼爱去甲做？我想这是真重要。过来就是讲，咱台湾较少一寡 angel 吼，你知影伫市区内底 angel 足济吼，就是讲你一个成功的事业家，你经营了事业的成功，你有遐个经验，你也有一寡钱。你若看到一个好的 idea、好的团队的时阵，你毋茫去帮助伊成功，变做伊的一个帮助甲祝福。哦，我想这是一个迄个angel 的迄个精神吼，天使的迄个精神。我想台湾更较需要一寡有即款的人吼，出来讲牵绳啦吼，是正做别人的贵人吼。我想这就是一个市区一个真成功的过去的一寡的迄个因素伫迄个所在。我嘛是伫台湾一直咧 promote 咧讲即个。啊，天使投资的即款的，啊，真好就是讲，顶年已经通过，你若真正要讲做天使的时阵，你提出你的500万出来做帮助人去创业，你会当 tax defer 吼，就是讲你有一个 tax incentive。我想像即款的，咱会当渐渐来改变咱台湾一寡即个投资的环境吼。啊，我想过去咱若做爸母的拢知影讲。囡仔要去创业哦，啊，你上好毋通吼，你上好去台积电，或者去联发科吼，去大公司吼，较稳吼。啊，对拢无 encourage， 无去鼓励因讲去 take risk， 吼，去有风险无要紧，但是去少年嘛，你去拼看觅。啊，你若有好的即个 idea， 就鼓励伊去创业。我想，这伫过去咱的文化内底较无鼓励即块，咱拢要求一个安定吼，啊，惊失败吼。我想创业一个上袂当惊就是失败吼。你若有迄个经验，有迄个好诶物件，就是爱去 try 吼 ，never， 免惊讲会安尼失败。啊，我想这是咱一个文化吼，会当去影响，会当去改变的一个所在。所以我想咱是茫讲台湾有一个更较好诶投资，有更较好诶创业环境，当即个土地来改变的时阵，咱就有机会吼，伫即个所在。啊，过来台湾你啊要做啥吼？台山这间投资公司要创啊，我想真重要。我头拄讲过，怎样甲市区来连接啦吼？因为咱看去全世界真侪一个新的 idea、original idea， 真侪是对美国，不一定讲是市区啦吼，而是讲伫一寡新的 technology cluster。啊，咱若过去看到半导体成功，其实是为市区倒转去吼。啊，你即摆来看见讲到即个软体、internet 成功吼，包括过去 Cisco 遮吼。这其实拢超伫咱即个所在咧发生。你头拄仔看讲前5大诶全世界上有价值诶公司，竟然有3间是伫西利港湾遮开始诶吼。所以咱会当看讲，甲市区诶连接吼，包括技术、包括人才、包括伊诶迄个精神甲文化，是咱台湾需要去学习吼，需要甲市区吼有较侪诶结连。我想咱在座其实有真侪有真好，伫过去咱诶事业顶面。啊，是伫过去咱伫遮生活吼，伫遮所学习的物件，对台湾其实是一个真好的迄个应用的迄个困难吼。我想要帮助一个 startup 来成功，有真侪要素啦吼。我今仔有时间我也无法度一个讲吼，但是我是望讲通过即款的投资的公司，有机会将好的技术引导转到台湾，甲台湾合作。台湾的强项伫倒位，咱来去 leverage， 咱来去甲台湾遮大的公司去 partner。台湾有真好诶，包括伫即个半导体诶产业、IC 诶 design， 包括 network 诶即个 equipment 吼。我想即个网络即块，咱拢做甲真好。咱台湾即马较欠诶是一寡即个有新诶 idea 诶即个人，好佳在咱伫海外还阁有真侪真优秀诶即个人，嘛是有即个心，茫讲会当甲台湾来做合作，就将台湾诶长处甲美国诶即款好诶 idea 来结连吼，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讲。阮望讲台湾有好诶团队，咱会当帮助因来到市区，来到海外，来 go global， 会当甲即个国际诶市场诶连接。我想这是阮诶一个使命之一。
望阮透过投资，才有 potential， 成做未来会大个公司的，阮伫迄个所在来建了后，阮是望讲伊会当甲美国这边有真好的合作。啊，特别是软体的顶面吼，阮过去的即个虽然是几个月尔吼，阮看足侪 case， 但是阮嘛看见台湾有一寡真好的公司、真好的人才，有可能吼，包括双向吼，包括为这边倒转到台湾合作，啊对台湾出来甲海外合作，这拢是通过投资公司望会当来帮助因，会当搁较有成功的即个机会吼。啊，伫即个投资的经营吼，台湾过去其实 VC 伫90年代吼是足蓬勃发展吼，但是尾仔伊一寡 incentive 拢摕无去吼，啊真侪投资者伊干若要 VC 干若要摕伫较 late stage， 伫要上市进前吼，伊才要投资吼，所以头前的部分变做真少人愿意去栽培吼，去栽培这 startup 上去做较初期的投资，这诚做台湾一个变做一个真大的问题吼。无人愿意去支持这初创公司、新创公司的部分。啊，即摆政府我头拄有讲过，要去鼓励天使投资吼 ，angel investment 有一寡 tax incentive， 鼓励更较侪有这有钱的、有这经验吼、有这企业家出来帮助这少年的吼。啊，台山所要做的部分，就是伫公司的成长期甲成长期的中间，我会当来提供这资金吼，来帮助因。啊，这就是阮所要 focus 的一寡即个产业吼，啊，这也是咱政府所提出啊5+2的即个产业是啥物吼 ？Biotech 吼 ，Biotech 我相信台湾伫过去我有一阵仔真好的即个发展吼，但是伫过去几年内底，遐个资金吼，因为豫章也好，浩鼎也好吼，过去真正是一个低谷吼，即马差不多是伫冰河期吼，怎样将这真好的这个公司甲人才吼，搁一遍用资金来帮助伊有真好的发展的机会。啊，这也是咱的即个国防工业吼，我想真侪也会当伫商业化这边。啊 ，Green Energy， 过去台湾的环境，咱因为有足侪迄个发展吼，啊影响真正是用燃煤的方式吼，空气污染、环境污染，怎样来去找到较好的即个 Green Energy 吼，伫即个环境的保护的顶面，也是讲互台湾有一个更较好的土壤，更较好的即个空气甲水吼，所以也是咱 Green Energy 也是咱其中一个真重要，包括风力吼，包括即个太阳能的发电，这拢是将来要投做。过来就是真大一个成长是工业的 IoT 物联网吼 ，IIoT 吼。过去咱的工厂，咱的这个机械真好吼，也是一个自动化。但自动化以后无够个吼，咱爱搁一个智慧化吼，爱加上 AI， 搁加入去即个人工智慧内底。啊，伫即个新的农业，怎样将农业加入搁较有 smart 吼，较有智慧吼，真侪而且数据吼，用数据来去做即个分析。啊，再来就是即个循环经济吼，我想这甲环境拢足有关系吼，这也是咱台湾望会当伫即个所在来做。啊，咱台湾的迄个机械吼，即个工具区的出口吼，已经超过1条吼，1条迄个市产值吼，所以望咱会伫即个顶面佮加上佮较侪即个智慧化吼 ，smart machinery， 我想这也是阮中要去投资的迄个方向之一吼。啊，讲当然还佫有一寡佫较新将来一寡即个科技吼。啊，即个台山公司，我是差不多10月时、9月时 kick off 吼，开始做 fundraising 吼。阮第一期基金是做其实是 technology fund 吼，也是 focus 伫物联网产业甲智慧机械即类吼。啊，阮本来目标其实信心足细吼，讲2、30月阮就开始要做吼。啊，阮尾啊无到尾啊，真感谢吼，咱有差不多6间的金融机构甲阮支持吼，哦6间的高科技的公司也甲阮支持吼，所以阮第一笔的基金是无到46.5亿台票啦吼，虽然也无偌大，但是对于几年来台湾所募到的基金，也算一个较大基的一支基金之一吼。啊，即摆拄啊好开始咧做即个生技的产业的基金吼，我要 take 放拄啊好开始要募吼。即个是超过，阮即摆目前是按算超50亿左右吼，用台票50亿左右的迄个一个。啊，过来就是将来还佫有一寡新的基金伫后半年会佫开始去募吼，所以这基金加起来才100亿左右吼，
也望通过遮会去帮助一寡，互台湾一寡新创公司，伊较有机会吼，有成功的机会安尼吼。啊，这是阮的一个 leadership team 啦吼。伫遐我像阮叫的几个 board member 这董事吼，也是拢差不多是伫台湾，因也真愿景有心吼，要来斗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吼。是也望讲通过济人的这个帮忙吼，包括柯春芳这个国策顾问吼，伊嘛伫阮的这个投资管理委员会内底吼，所以拢真做阮的一个真好的帮衬吼。阮望讲将来看见的，真正虽然是也一个种子，种一丛树啊，有一日阮相信，无一定是真紧的，但是有一日会当成做一片真水的这个森林吼，会真正一丛一丛大山。他拄我袂记你讲吼，大山上悬会当到90公尺，一丛树会当直去到要90公尺，是全亚洲上悬的吼。阮望伫这个台湾这个土地来种搁较侪这个树啊吼，望会当有搁较侪这个伫世界的舞台顶面的，咱有一寡咱的 niche。我相信咱毋是讲要伫这因为台湾太小，咱只有会当做一寡较 niche 的这 technology， 还是这个 product 的迄个发展吼。望讲真正咱伫迄个所在会当甲美国吼、甲世界这个 connection， 成做一个 ecosystem 吼。这 ecosystem 是讲形成一个新的 cluster， 产业的 cluster。这个产业是啥？有可能阮会真重视是伫人工智慧这个应用。就是讲你无论伫倒一个领域内底。你所目前咧做的物件，佮加上人工智慧去，互你去做的物件，佮较有智慧，有佮较有价值。这是阮将来咧投资的一个真大的一个方向吼。望阮是会当伫全世界即个所在吼，找到好的 partnership 吼，包括伫四股遮的 venture 吼，还是包括伫四股遮的公司的遮的，拢是阮要甲因合作的对象吼。包括伫NVIDIA 好吼，还是 Bosch 也好。甚至伫新兴的一寡威士，拢是阮望伫遐介入一个真好的结连吼。伫迄个所在有一个咱要投资的对象有一寡 syndication 吼，大家会当做伙来做吼。而且阮伫台湾，阮是望讲也诚做台湾济 corporate VC 吼，伫遮迄个是种银行的一寡创投吼。其实台湾创投还阁袂少吼，但是较大的问题是讲因毋知影要投啥吼，因看无即个 technology， 因就无啥敢去投。阮是望讲。来当甲因大家合作，做伙去拍国际吼，也是讲甚至甲一寡好的公司、好的技术、好的团队引入去到台湾吼，甲台湾亲像 TSMC 早期伊咧做迄个模式共款吼，这也是阮伫新的产业顶面，望会当向即个方向去行吼。这是总统吼伫伊伫泰山成立时，伊就讲，咱即马已经开始有一个。国家投资公司，但这才是一个开始尔吼。望讲即个会当继续来成长吼，将来还阁有一个主管的基金会出来吼。但是一步一步来吼，亲像阮野一粒种子，种一丛树啊，袂当望讲伊随时来成长到90公尺吼。但是阮相信有一日，若有好好去甲灌溉、施肥、除草。有一日，我相信这片森林吼，伫咱的土地顶面会当来成长吼。这也是阮对今仔感谢有这个机会吼，甲大家来介绍泰山国家投资公司的一寡目前的状况。多谢大家，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新年，谢谢。今天来感谢台湾的 CEO 汪家胜先生，甲咱带来遮领咱遮好这个新的地形。